時候。咁呢把嘢同其他即係 Karambit 有個好大分別，就係佢超大把啦。即係一般 Karambit 多數得咁多度，即係可能咁大把度啦。一般即係 Karambit 嗰啲，即係至多起碼少過5寸，即係當。即係如果呢把嘢係11寸，我諗減咗3-4寸咯，3-4寸，即係7寸咯。多數因為始終 Karambit 彎彎地，咁佢可能得咁多，咁所以大家個 reach 都唔同咗。大家同樣伸出去，可能你嗰把伸到呢度，我呢把伸到呢度，咁呢個係一個優勢。咁你話呢把嘢，如果你即係除咗收藏，我覺得有咩作用啊？我覺得你就算露營啊，都用得嘅喎。你可以即係當佢斬嘢啊，你除